续来看，这是全国首创的台中锅烤节。这个全台中市有将近500间的烘肉店甲火锅店加入到票选，总投票数高达442万票。今仔日由市长罗秀燕来宣布到10大火锅甲烘肉店家，市长阁亲身去入选的店家来祝贺。 真澎湃海鲜冷盘，新鲜的龙虾和鱼仔，海味杂促，那互人看甲嘴暖插插天。嘛，伫咧即摆台中鼎烧烘肉节内底，10大烘肉品牌店家组，以买37000票的管票，摕到头一名。 得到这个奖项，市长罗秀燕亲身去店家甲恭喜。市场推出这一项真济牛肉地和牛肉丸仔火锅清蒸分得馆追求款，伫咧火锅类烘仔美食组内底摕到比赛冠军。 没有猪肉，所以有牛肉跟羊肉是特色哈。那我会去吃，我也就会叫来吃哈。那恭喜恭喜！全国首创的台中鼎烧烘肉节会7月17开始，票选的活动要500间店家参加，总投票数要442万，4大组别冠军伫咧今仔日公开。恭喜啊，这些哈当选10大店家的火锅店跟烧烤店哈，那欢迎大家来台中吃火锅、吃烧烤。无论是品牌店，或者是烘仔内底美食，火锅烘肉伫咧台中市做甲真竞争。市府这一摆比赛推荐出美食指南，互爱食火锅、爱食烘肉人客朋友有机会让食到人气强滚的美食料理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 频道。